響也門南部亞丁嘅軍隊招募中心外發生雙自殺式爆炸，造成至少45人死亡。伊斯蘭國聲稱對爆炸承擔責任。巴基斯坦表示獲得美國通報，美國無人機響俾路支達爾本丁實施空襲，擊斃塔利班首領曼蘇爾。美國總統奧巴馬同越南會談之後，宣布對越南完全解除武器禁運。響敘利亞沿岸城市賈柏萊以及係塔爾圖斯嘅連環爆炸，導致至少65人死。伊斯蘭國極端組織聲稱對爆炸事件負責。德國拜爾製藥同科學品公司宣布620億美元收購總部位於美國嘅農業科技公司萬山道，